排毒啦、水腫啦，你需要咩嘢都可以做得到啊！腳腫啦、水腫啦，有啲人食藥食好多腳會腫啦，因為我哋用嘅係維他命 E， 滲透力好高。OK， 好嘅油咧，佢就唔黐粒粒嘅。OK， 呢個文東薑咧，其實喺馬來西亞係同嗰個貓山王同一等個 level，所以呢個文東薑嗰度嘅薑係同其他地方嘅薑咧係唔一樣嘅，因為呢個薑醇啦，佢薑多酚啦，OK， 呢啲全部咧都好高嘅，所以咧比我中國嘅薑或者係泰國嘅薑咧係比較高20倍嘅，所以嘅功效係特別好嘅。點解我哋一定要 mix 其他嘅精油？除咗文東薑同埋薑嘅精油，同埋我哋有呢個薄荷精油，同埋我哋有呢個香茅嘅精油，排毒啦、水腫啦，你需要咩嘢都可以做得到啊！腳腫啦、水腫啦，有啲人食藥食好多腳會腫啦，因為我哋用嘅係維他命 E， 滲透力好高。OK， 好嘅油咧，佢就唔黐粒粒嘅。如果本身你好似我鼻敏感，或者係鼻塞啦，或者係嗰啲叫氣管唔暢順啦，可以踩心口，你不停咳都可以踩心口。係啦，你可以舒緩到成個氣管嘅。小朋友半夜三更發燒啦，可以幫佢用呢個背後用呢個嚟骨。